我搁开者看觅，安尼敢有看着？哦，变成哦，嗯？哎，你哦，看过那个？可能它在你它，的手机，嘿，啊，它它会怎么？自动连，它有一个会自动连上去那个的功能，哦，啊，即摆咧？有这个功能，代表给它哎，先生，啊，即摆敢有啊？我搁开啊，有看着我诶面吗？有啊吼，OK，好，哎势，家己调起，声有啦吼，改善了。好。伫福音书咧记载着安歇即个论证诶中间，因咧讨论诶问题有足侪面向啦吼。有伊伫人诶代志吼，即个今仔日所讲诶是耶稣诶学生甲伊做伙行过即个经过即个卖田吼，因巴肚枵掠即个马仔起来食，受着批评诶代志吼，受着批评诶代志。你若有伫国外迄阵看着迄出舞台剧吼，Jesus 迄内底嘛有搬即个段落啦吼，搬即个段落。嘿，好，伫犹太人来讲吼，因感觉你着手举起来，你手做动作，你就是咧做工课啦吼。所以因伫即个犹太地耶路撒冷诶所在，你若去住伫咧饭店诶，拜五下午时甲拜六规工安尼吼，你就电梯吼，伊会叫你免试啦，伊会设定逐楼伊家己会开。迄伫迄安歇日即个周末诶中间吼，你坐楼电梯吼，就会较费气，因为逐楼拢会停，较浪费时间，因为因无爱动手去试迄个按键，因为因认为安尼就是做工课啊，就违反安歇日诶规定，到伫现代21世纪就安尼搁较免讲耶稣诶时代，因迄个观念是足保守、足保守啦所以当耶稣诶学生经过即个卖田诶时阵，来掠即个马起来食了后，就受到因诶批评。耶稣伊就用即个大笔诶记载来甲因回应即幅图就是咧画大笔去甲祭司讨即个咱咧讲陈设饼伫迄个献祭迄个内底咧用诶来记啦来巴肚会枵安尼讲到遮，咱小跳出来了天主教一直无爱甲改革中诶教会做伙守圣餐，上重要原因是因为咱对圣餐诶态度解说甲因无共款。改革中认为讲圣餐即个饼甲即个杯，只不过是一个象征尔，无有任何上帝存在诶迄种实质诶意义伫迄个所在。这是改革中信义会徛伫中，信义会讲当祝祷了后，上帝就临在伫迄个饼，这个礼仪煞就无此时此刻啦这是信义会。但是天主教诶严重性是安那？伊讲当祝祷了后迄个就是耶稣诶身体，迄个杯就是耶稣诶血。所以守圣餐完了毋是凊彩人会当去叮当诶，拢当爱甲收入伫迄个一个新盒内底，甲锁起来。天主教诶即个传统，迄种诶橙色饼诶态度，甲犹太人咧对即个橙色饼诶态度，基本上是足共诶啦。就是讲，上帝温存橙色饼是干那祭司会当食尔，别人袂当食，别人袂当食但是当正法利赛人经学书咧，甲耶稣伫论即个代志诶时阵，耶稣就讲恁所尊重诶大鼻王，当伊咧逃走诶时阵，巴肚枵去甲祭司讨饼，恁敢毋知影即个记载
这是耶稣应问题的时阵吼，伊最后使用的一种的方式啦吼，嘿，好。伫咱咧讨论着当即个安息日会通做代志啊无的时阵，耶稣也捌讲着讲，你若精生跋咧坎坑内底，你敢毋袂甲救吗？你的精生若喙焦，你敢袂用水互食吗？吼，当然用安尼咧讲因咧表达即个法利赛人经学师遮个人因是安那，讲一套做一套安尼啦吼，要求别人要求家己较少安尼吼。好，咱要来对第一节开始来看吼，即个部分啦吼。即个中间就是咧讲着安息日个代志，所以对第一节到第二节，咱看见着讲，当耶稣的学生对耶稣行，经过着即个麦仔田，因为腹肚枵，就摕物件来食安尼吼。安尼到底有犯罪啊无啦吼？这是迄个思考有即个犯着即个安息日的罪啊无吼？我毋知咱有迄个经验无？有当时咱着拄食饱吼，你伫灶骹行来行去吼，你足想要开一个物件，摕啥物物件来食，你感觉讲吼拄食完，但是佫无感觉饱，有无？有迄个感觉，有当时拢会安尼吼。我想，伫耶稣的学生，因伫外口咧行，真有可能物件早无够，也是讲着真了体力，所以伫迄个所在咧因为腹肚枵，经过人的田安尼行一下吼。那照犹太的摩西的法律，犹太人摩西的法律来讲，这是会使的啦吼，就是讲，伫特别是伫即个申命记。因迄个所在有规定讲，你若咧修行，你袂当安那修甲清气，爱互迄个需要人食吼。因会使安尼啦吼，就是讲你有需要是你会当食，你袂当共偷挂啦吼。这是佫无共款的赞助的物件啦吼。但是今仔日的焦点，遮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因的焦点是放伫讲，你因为定即个未遂，所以你着安那？违反着安息日，啥物物件拢袂当做的即个规定啦吼，这是较严重吼，这个较严重。伫这个中间耶稣学生一个真简单的食的问题，结果是干犯着即个摩西律法中间的第四诫吼，安息日守安息日是第四诫吼，因着用安尼。来去批评耶稣吼，来批评耶稣。因讲为什么安息日吼你的学生会当安尼做代志吼，动手啦吼。咱知你咱来想看觅迄个动作啦吼。经过迄个麦仔田，你着爱定即个麦穗嘛。定了吼，你爱甲稍咧硬咧。咱放喺喙内底，因来剥吼，爱剥嘛做工课哦。这已经第三个哦，剥了遐泡安那，爱佫配出来，迄第四个。所以你若去拄着法利赛人，还是遐利未人吼，也是讲因的即个教师吼，拉比吼，伊会一条一条甲你算哦，你犯着偌济罪吼，伊算啊足清楚的安尼哦吼。所以伫这中间，因得论的物件，其实法利赛人伫眼中看起来是这足严重的罪啦吼，因为是违反着诫命吼，违反着诫命。好到底这个耶稣伫这个所在，伊所咧讲的问题来回应因遮的人，因甲讲：你敢无读过大笔的代志？敢无读过吼？即个食物是要互安那？要互人支持嘛吼？要指要的。当然即个问题有几若个面向啦吼。一个人枵的时阵，你要安怎？你无要互食吗？吼，一个人因为爱守即个安息日的诫命，所以就算伊足枵的，就算伊足喙焦的，就算伊跋咧坎仔底。你当然毋免插伊嘛，吼。
其实耶稣咧回应的是即个物件吼。啊，伫即个对话即个中间，耶稣就来回答因吼，回答因。当然，拄则已经有提到讲，耶稣真爱用问题来回答问题。吼，伊用代笔的问题来回答因，这是记载伫撒母耳上卷21章的经文吼。啊，伫即个所在，代笔甲伊边仔的人因为逃走，扫罗王要甲辱，伊就逃走，伊就入去伫迄个圣殿内底巴肚枵，讲当你有啥物物件通啊食，请你互我5个饼，是别项食物吼。这时的因讲，我的手内无普通的饼，只有即个咱讲陈设饼吼，做分别做成的饼，你的部下无亲近即个查某你才会当食，安尼就是讲爱有洁净啦吼。代表着讲最近我拢无吼，所以即个故事的记载就是伫即个所在。所以咱伫遐看伊讲，即个祭司吼，祭司照讲是应该无比即个法利赛人较标准较低啦，应该是无。但是伊伫遐看见大笔来甲伊讨物件食，伊所看到是看到人伫窑锅的中间，所以伊敢若有一个要求，就讲你要有洁净，你才会当食吼。所以这个看法甲要求的标准，甲法利赛人都已经无共款啦吼。所以伊所看重的角度是人咧窑锅的中间，做一个祭司，伊要安怎来做？吼，伊要安怎来做？所以伫即个所在，咱要来思考是讲，到底安息日的命令是甚物款的意思啦？吼，咱安息日的命令到底是啥物意思？吼，当然，咱若照字面来看，咱会通知影讲，照着规定吼，咱咧讲即个十条诫，出来记20章也好，还是申命记所记载讲，你伫安息日甚物代志你拢袂当做，但是后壁佫有话吼，咱连面则佫来讲即个部分啦吼。所以咱会当看到讲，伫圣经内底嘛毋是讲真正拢袂当食吼，拢毋是安尼吼。咱咧看讲，迄个祭司甲迄个饼摕互大笔甲伊的随从来食的时阵，伊所看重的是人伫窑锅中间的需要，所以祭司来提供互伊。大笔会通讲是犹太人心目中上尊敬的国王吼，所以法利赛人也袂随便去批评，所以耶稣就引用大笔的即个记载来甲伊拄。你敢毋知影即件代志吗？吼，所以伫安息日，搁伫圣殿内底食即个陈设饼吼，分别做成的饼，这嘛犯着几若条呢？吼，这犯着几若条吼？但是因煞毋知要哪回答啦吼。所以伫即个对话中间，耶稣所咧表达的是迄个安息日的主是甚物人？所以落尾伫第5节的时阵，伊就安尼讲。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个意思是讲，耶稣会当来裁决伫安息日要做啥，也是讲伊会当甲咱讲伫安息日咱应该爱做啥，或者是讲咱佫用另外一个角度，咱莫讲耶稣介绍耶稣咧改变迄个旧约的即个诫命安尼吼。但事实上并毋是安尼。如果咱手边有圣经，咱会当小可变一下吼。出来记吼第20章的即个11节，其实咱若看迄个圣经即个守安息日的诫命，伊其实讲真清楚吼，讲真清楚。我伫明仔载迄个读经的分享内底也有去讲到即个部分啦吼。伊讲你着爱守安息日做圣，6日爱着磨来做一切工，第7日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安息日。这一日来注意听吼，你甲你的儿女、奴仆、女婢、精生，甲伫城内底出外的人客，无论甚物工拢袂当做。
即马问题来啊啦，什么人要传互你食？什么人要传互你的儿女、女婢、精生、生年会出外人食？什么人？咱注意甲看，伫出埃及记20章，这个守安息日的原因是因为11节讲吼，因为6日之内，上帝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第7天就安息，就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互安息日定做圣日啦，但是咱伫申命记内底所看到已经无共款啦。你若注意甲看申命记的记载的时阵，迄个后壁咧守安息日的原因，伫申命记第5章申命记第5章，伊后壁咧讲16节，你着爱纪念你伫埃及做过奴隶耶和华你的上帝，用大快力的手、伸手有力的手骨，将你对遐来带出来，爱纪念这个恩典。好。出埃及记讲上帝创造，所以咱爱纪念。申命记讲，因为上帝大权能的手骨，甲你对做奴隶的所在带出来，所以你爱纪念。伫遐守安息日。那安尼倒转来去伫迄个创世记12章亚伯拉罕的呼召，上帝甲亚伯拉罕呼召的时阵，安怎甲伊讲？讲你着爱离开本地本族你老爸的家，对无？过来咧，伊讲我要互你得到福气，嘛要叫你叫别人来得到福气，要叫万族因为你来得到福气，所以亚伯拉罕对上帝的拯救得到安息，但是嘛要因为伊互别人得到安息。基督信仰的精神是安尼啦，所以耶稣讲真清楚，讲你的解释毋是用你的解释，是用人子来做解释啦。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另外一个意思是讲，这是上帝的命令啊。所以你爱照上帝的命令的真正的意义来去执行，毋是用你家己的解释。当然，咱有机会去看规个对别位仔咧讲到安息日的时阵，耶稣嘛捌用其他来甲因来拄所以安息日的界面是一个真清楚的界面，就是讲咱爱互家己得到安息，嘛爱因为咱互别人得到安息，这已经真清楚啊。总是有人爱服侍，到底什么人要服侍？也是讲咱真正要看到一个人安尼，伫迄个所在安尼，单甲放咧遐，互伊安尼生自灭安尼我想这毋是这个信仰的精神啦所以上帝设立这个安息，其实是真清楚伊要互咱得到安息，嘛要爱互济人来得到安息所以伫这个所在，咱拄则有读儿女、奴仆、女婢、精生，甲这架脚的，无论什么工拢袂当做，拢袂当做，爱传起来，爱互因食，嘛是爱互因会通过生活，爱互因过生活，迄是11节咱拄则读到好，安息即个主就是讲，伫迄个所在，因面对耶稣，因毋知影伊的身份是啥物货。对因的头壳底来讲，这个人就是目像约瑟的囝来定，伊是一个加利利人，是拿撒勒人，因感觉讲遐袂当做啥物好大人物伊耶稣伫遐去甲因表明讲，我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对犹太律法的角度来讲，安息日的主就是咧讲伊是上帝。所以即群法利赛人根本是无法度接受耶稣所讲。这个人子咧表达的是伊的神性，这个伫福音书定定会出现的代志到底安息日的精神是啥物货？咱拄则有引用出来及记20章甲申命记第5章的经文。安息日的精神，毋是迄种表面的去遵守用这个亲像咱讲，你若
去耶路撒冷旅游，你会当看到诶，安尼改成安尼是一个案件啊嘛袂使安尼吼，嘿所以伫因咧守诶即个方式来讲，是一种敢若表面的诶，毋是迄种律法诶精神啦吼，所以因才会伫即个所在来提出因对耶稣基督诶怀疑吼，外口有人。好咱若对出埃及记20章第8节到11节的经文来讲吼，就是讲你着爱守安息日，守伊做圣，6日爱着无做一切工，然后第7日是耶和华你诶上帝诶安息日，第7日你甲你诶儿女、你诶奴仆、女婢甲精生，以及住伫恁城内诶囝骹诶人，拢袂当做代志。因为耶和华伫6日内底造天地海甲其中诶万物，第7日就休困，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做圣日。吼，这是因为上帝创造诶恩典，创造诶恩典。那安尼时阵，对咱基督徒来讲，咱要安怎来看待安息日？然后永袂当做代志，或者是讲咱需要互咱诶厝里诶人、咱诶亲人、咱所拄着诶人，互因伫需要诶时阵嘛得到帮助。倒一项是较是真正安息日诶精神啦，即个安息日诶精神应该是放伫迄个听诶人亲像家己，因为上帝创造6日。第7日安息，伊嘛望咱会当安尼吼。用即个安息诶角度，咱来思考好啦吼，思考，比如讲思考农业啦。我会记咧，佫足细汉诶时阵，定定着咧听着政府咧讲咱即摆一年会当种2摆诶稻啊。我佫尾啊较大汉诶，着听讲会当南部会当种3摆吼。假想足牛足厉害吼，即摆才发现讲安尼毋对。冬天诶时阵，即摆开始鼓励安怎？鼓励小耕啦，鼓励小耕，就是土地嘛安怎爱安息。即个小耕毋是真正拢无做代志哦，你注意啊看哦。伫小耕诶时阵，因会压即个绿肥，互伊伫遐生，会当伫遐种其他诶菜，用迄个绿肥，互伊自然伫迄个所在，无过安尼硬甲即个土地安尼吞搭硬积，互伊生3摆稻安尼，就甲收成真济安尼吼。即个精神你会注意甲看，其实毋是什么都不做，是要做互伊有休困，是为着搁后一摆吼。即个安息日的精神对现代基督徒来讲，其实是搁较重要吼。咱要安怎互这土地得到安息，也是讲要互足侪咱咧使用的物件得到安息。咱用机械来讲好啊，开车，你的车需要休困无？当然嘛爱啊，嘛爱去保养啊，即个概念其实咱会当放伫足侪所在，放伫足侪所在。但是你互伊休困的时阵，有当时咱若毋是讲拢无去遐做代志，有当时咱会甲车整理理的，敢毋是安尼？会甲伊清清的吼。前礼拜去伫即个福凯岛北海道足侪人伫咧学了讲，遮车拢足清气的。迄清气毋是无缘故来的呢。当暗时阮伫旅社司机甲车开转去，伊着爱来甲即个车整理好势，过一工伊才会当用清气的车来甲阮载吼。甚至我有看到一台迄个粪扫车，我伫台湾冇看过遮清气的粪扫车，金死死，安尼擦也无落安尼吼。这其实是你会看讲有真侪人是咧做代志，互这物件会当搁较水，搁较好。这种是一种安息的精神啦，一种安息的精神，好，来，安息日的目的是要纪念上帝恩典。出来记20章讲真清楚，是上帝创造。申命记第5章是讲着啥？是讲着即个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
若照安尼进程来讲，对咱的角度会通来思考，咱的守的安息日是因为什么款的原因？我想每一个人拢无共款的原因甲理由啦，吼。所以伫迄个所在是纪念上帝疼咱、祝福咱，嘛伫上时伫即个中间也呼召咱，成做别人安息的一个来源，吼。上帝恩典啦，吼，咱拄则咧讲着讲，因会带领即个因出来急啦，吼，这是申命记第5章的经文所甲咱讲的，吼，好 ，OK， 来，人主是安息日的主，这已经真清楚表达耶稣伫遐咧指讲，伊就是迄个主，吼，耶稣的神性，咱倒转去看福音书约翰福音就足清楚，伊伫遐一开始就安尼，咱讲真清楚表达耶稣的神性，道成肉身，吼，即个道自早就伫个道就是上帝，道成肉身是咧讲耶稣，所以迄个神性，伫其他的强观福音内底。就毋是遐尼清楚，但是你若注意去遐看，耶稣有几若摆就已经咧透露伊家己的身份，吼，伊家己的身份，所以伊是迄个上帝本身。马太福音讲伊是以马内利的应允，再来讲伊是掌管即个安息的主宰，吼，所以伊就是迄个弥赛亚，吼，上帝的囝，伊成做人主，讲道成肉身，咱拄则讲的吼，所以。伫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这大使命的进程，耶稣就讲天顶地下的权柄拢赏赐互伊啊，这就是伊所伫遐伫强调的代志吼。第6章的第6节到11节，伊伫手高大的人啦吼，手高大的人，咱即马来讲，可能会当去甲伊思考，亲像迄种类似肌肉萎缩症。也是咱咧讲的渐冻症吼，渐冻症到即马无法度有药通去医啦吼，伊会慢慢萎缩到落尾伊的肺部心脏失去功能，伊就离开即个世间啦吼。渐冻症是安尼吼，有诶人是肌肉萎缩的吼，咱这咱捌看见诶病啦吼。好，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安息日的问题吼。伫耶稣伫这个所在咧讲着即个路加所记载啦吼，迄个医治的代志，但是牵涉抑阁是伫即个甲安息日的问题相关啦吼。所以伫圣经的经文就讲，阁一个安息日，耶稣去到伫会堂内底，阁伫遐有一个正手高大的人吼，这个经学师甲法利赛人呢？就来试探耶稣，伫安息日治病会使无？吼，伫这个经文，咱毋是介清楚，即个手高大、正手高大的人是毋是经学师法利赛人带来？咱毋知影，或者是讲伊本来就伫会堂内底啊，所以因为头前迄个事件，是毋是就因为安尼就来试探耶稣讲，即个人伫遮，你伫会堂内底，搁伫安息日，你要甲医无？吼，真有可能是安尼吼，嘛真有可能是因甲带来，叫耶稣甲医治，要甲试探嘛，真有可能，咱毋知影。不过就是讲，咱知影迄个地点是伫会堂内底，时间是伫安息日，代志就是有一个人破病，伊需要帮衬，即个病是无有人会通帮忙的。你知影讲伊伫遐可能真侪时间，足侪人拢捌伊伫迄个所在，伊的手就安尼有萎缩，手高大萎缩因最主要并毋是要来帮衬即个破病需要医治的人，因的心，即个圣经讲真清楚，因是要来试探耶稣的，所以因是。顺着迄种试探的心，甲即个手高大的人来交互耶稣基督。所以耶稣的医治的工作到底伫安息日会当无啦吼？会当无吼？咱
伫即个事件中间，咱看见人性最恶的一个部分啦吼。是安怎讲是最恶的部分？毋是讲干那因试探尔定。我认为讲因利用人的软弱来试探上帝，吼，利用人的软弱来试探上帝，这是上恶的部分。这若照咧讲就是属伫迄个歹的啦吼，属伫迄个歹的。拜三咱遮用迄个诗篇吼，第一篇咧讲着吼，你着爱甲上帝同行，你莫行伫迄个歹人的道路顶悬啦吼，莫坐伫侮慢人的座位安尼吼，共款遮的经学士甲法利赛人却选择用即种恶的方式来试探吼，来试探。表面上因好若亲像真关心即个受孤单的人，但是事实上却利用人的软弱来攻击因心中的敌人啦吼。耶稣基督知影因的想法即个路加表明耶稣伊的心性吼。头前是耶稣家己讲哦，人子是安歇日的主。但伫即个所在，路加的记载讲耶稣知影因心内的意念，这就是咱咧讲的，讲有先知性，还是讲有上帝有神性的人，伊才会通了解人的心内底想啥物货。吼，即个甲迄个人主观，甲即个神观已经有一个真强烈的对比伫即个所在，嘛真清楚伫即个路加福音书内底来表露出来吼。所以耶稣的心性伫遮真清楚吼，所以耶稣来回应因，就甲伊问啦吼。耶稣佫用问题来回答问题啦吼，讲做好事好，伫安息日行好行歹，救命害命，倒一个较好啦？吼，倒一个较好。我有一段时间伫即个新竹中会，其实离咱无远啦吼，超爱新村对面有一间咱的长老教会教会，伊的土地嘛500几坪。我去遐做祝福团队，迄阵还未读神学系，迄阵大学部毕业，去外口咧教册，知影即间教会剩6、7个人尔，了我着甲牧师娘去遐服侍，做祝福团队。我甲一寡桃园的遮的社会团体，拢有足有互动啦，因为我一方面咧教音乐，伫校咧教册，伫迄个核能研究所咧带因的合唱团。着甲遮的人拢真熟，甲有一届社团因为一寡活动吼，要需要即个办园游会，着咧招教会啦吼。当然咧，阮的朋友来找我讲，有5个摊位要互教会团体去啦吼。结果我只有招2个尔吼。因为迄是礼拜日，足歹招啦吼，足歹招。即个活动是伫半年了后要举行的吼。当然你若讲照教会的行事历，着拢有排咱会当理解。但是另外迄3个教会受邀请的，拢甲我讲吼，迄是礼拜日啦，阮爱做礼拜，所以袂当出去啦吼，袂当出去。当然咱知啦吼，咱着会当理解因的想法。但是阮另外即2间教会，阮就甲教会人拢总带出去，然后阮伫像讲伊迄个园游会是8点开始，阮就6点外开始遐筹备，吼，要筹备进前人先到，阮先伫遐做遐活礼拜，然后才开始参与着因的园游会，吼。我毋知咱的感觉安怎？你认为倒一个是较好的方式？倒一个是较会当去见证基督的信仰吼？咱真侪时阵去互一寡固定的物件去限制咱的思考，咱会感觉讲礼拜日着一定安尼，一定安尼，袂当有改变安尼吼。但是
旧绝的迄3间教会，尾啊，我知影有个人就伫迄个前后1-2礼拜，伊嘛是办耶和华礼拜啊。吼，你我对我来讲，感觉蛮好笑的啦，安尼啦吼。所以用这来甲大家三个分享吼咱会当家己来思考吼，倒一个较下伫安息日伫福音书耶稣的教示内底吼。安息毋是一个律法意义尔定，是一个真积极的拯救的意义。所以耶稣伫遮提出迄个条件，讲伫安息日是做好做歹、救命害命，到底倒一个是上帝旨意吼？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创造这个天地，互人来享受。互咱会通伫安息日的时阵，互咱的儿女、奴仆、女婢、精生，甲出外的人客会当得到安息，这是咱的护点。无救人的命，等于是害命嘛吼，所以这是伫即个所在咧讲吼。耶稣指出迄个问题就是讲，伊认为伫安息日，你知影即个人有需要帮衬，你却因为讲爱定爱守安息日，所以你手绑起来，你无爱做代志。这是要互咱做伙来思考的啦吼。第10节的所在你看讲，这真正真清楚来做决定吼停伫迄个所在来看周围的人的反应，然后对即个手高大人讲：伸你的手来，伸你的手来。然后伊手伸出来了，手就好去啊。即个经学士甲法利赛人就真生气，就当然伫遐咧参详要安怎来治耶稣基督。但是咱注意甲看咱注意甲看耶稣有做工无？你若看经文耶稣敢有伸手？耶稣敢若动喙呢？甲你的手伸出来，迄个人伸手，迄人伸手出来。迄人伸手出来无做啥物代志啊？伊的手就复原啊。所以咱会当去看到讲，一个受到思考的困绑的人，伊看啥物代志拢看毋着，吼。但是当你看当一个人的性命的时阵，你却会当伫遐来执行上帝要互咱的一个恩典，也是讲信仰。当然，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啦，吼。当遮个证人对耶稣的权柄提出质疑，佮有论证，这个破病的人到底爱受医治啊无？当然，耶稣伫遮受着考验我想共款这个情形伫约翰福音，迄个犯奸淫的妇人嘛是安尼，敢毋是安尼？伊一队人就甲掠来耶稣面头前，讲伊着犯奸淫，所以爱甲钉死。这个迄出Jesus迄出嘛有演啦耶稣就伫涂骹写字，讲恁中间人认为你家己无罪人，你就当钉第一粒石头啊。同款的意思，真侪时阵就是用安尼要来试探，要来挑战，但是却无去思考到基督徒的即个呼召有即个呼召伫倒位安尼所以因就足受气啦但是因所袂记得耶稣所讲的，伊就是安息日的主啦所以伫思考的问题中间，啥物会是真正安息日啦？我毋知有人甲咱问过无？是安怎基督徒无伫安息日做礼拜？咱捌想过无？抑佫有几个教派坚持伫拜六做礼拜啦像咱讲安息日会是一定是安息日啦真耶稣教会有几个因抑佫坚持伫安息日做礼拜。但是是安怎？咱即摆的改革中的教会，甚至亲像天主教，因拢伫倒位？拢伫礼拜日，拢伫礼拜日，无伫安息日。你若照安尼，照犹太律法来看咱拢犯罪呢。咱无伫安息日来敬拜上帝啊。安息日的精神毋是安尼啦。对伫国外的早起开始，
对咱基督徒来讲，迄个过我的主日、主的日子是上好的来敬拜上帝。所以咱即摆伫礼拜日敬拜上帝，受到迄三个妇人人的影响，因是透早就去敬拜耶稣基督啊。所以过偌一个时阵定定过去拢有迄种早天的礼拜。我听讲咱过去也捌爬到圆山去去做早天礼拜。阮较早伫中南部嘛是拢会安尼真早就去做礼拜对迄开始，咱就拢伫主日内底所以安息日，咱所要注重的是迄个安息日诫命的精神是啥物货？所以咱是咧纪念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讹罗上帝来敬拜上帝，然后领受迄个呼召来互人得到利益，互人得到祝福啦所以即个互人得到祝福是咱真正爱追求的即个意义毋是讲要追求迄个足无意义的迄个聚会迄个固定的形式安尼尔定当然莫去学习经学书甲法利赛人，毋是讲干若莫学习因安尼来试探挑战尔定，毋通利用人的软弱来试探上帝利用人的软弱其实是上恶的代志啦信心就是咱看见着即个手高大的即个人，耶稣甲伊讲：你手伸出来，伊就伸出来，然后就得到医治。使徒行传也记载着彼得甲约翰伫即个米门的边有一个摆开伊嘛是安尼讲：我拢无物件，金甲银我拢无，我只有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甲今仔日即个记载有共无？耶稣讲：你的手伸出来。伊讲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迄人就起来行所以迄个信心的功课真重要，伫即个所在伫即个所在。即摆度就是画家所画迄个手高大的人不过改成画毋着手圣经讲伊正手，这人画对倒手啦好12、19、16节，门徒中间的门徒，12个使徒耶稣到底有几个学生？咱毋知影啦不过伫圣经的记载中间，耶稣捌差遣出去学生70个，也有记载72个啦但是毋是干那遮尔其实伊的军队遮介济，伊的军队遮真济，但是伊伫足济的军队的人的中间，伊开始来敬，上落尾已经12个这12个我连咪会阁讲到即个部分我会对迄个原文去甲咱讲咱要安怎来看即个使徒这两个字耶稣真侪时阵拢会退到伫迄个山顶来祈祷，这是第12节的经文甲咱讲的伊若咧面对较重要的代志的时阵，伊拢会搁倒转去伫山顶来祈祷伫咱现代人，咱叫做古早叫灵修会啦嘛有人讲退休会，就是讲退到伫迄个山顶灵修安尼耶稣时常拢会安尼做就是亲像伊咧伫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这中间咧讲着祈祷伊咧讲你着爱入去伫迄个蜜房内底，退去山顶祈祷，对耶稣来讲就是迄个蜜房。咱会记得耶稣要受领的迄一暝，伊去到伫即个getse马尼园，伊嘛毋是搁嘻嘻哈哈12个13个拢伫遐做迄落，无伊甲学生讲啥，恁家己伫遮祈祷，伊着行进前去安静的所在，家己来祈祷无拍算学生拢拄久伊所以耶稣足强调迄种的安静的祈祷这真重要的一个代志耶稣学生真困难，确定咱拄则讲的，伊上济找见即个72个、70个出去传福音两个人一组出去安尼，但是伊的军队遮真济，但对安尼咱嘛会通知影讲人数济无一定好用啦
耶稣饲5000人食饱，即5000人无逐个人拢诚做伊遮真忠心的军队者。这咱伫即卖咱讲政治的运作，遮个活动中间，咱嘛大概看会出来吼。人数毋是代表一个真正的意义啦吼。所以耶稣伫即众人的即个中间去敬72个，差派因出去，差派因出去。伫即个中间，因应该嘛是咧敬。愈来愈少，上落尾已经12个，毋是干那耶稣安尼做尔，毋是干那耶稣安尼做尔。咱知影，迄个旧约基甸所带诶，伊要带几若万人来上帝抹，到落尾出几个？300个，伫迄个所在来战争。人济并无代表一定会即个溃烂啦吼。诗篇33篇嘛安尼甲咱讲，毋是你诶武器济，你诶力量大，你就一定会赢。耶稣经12个，结果改变全世界。咱有想到无吼？即12个改变全世界，福音传到全世界。好，来。咱来讲使徒即个字啦吼，使徒即个字时常爱互咱来受提醒啦吼。真侪人足毋敢承受使徒即个称号，因为咱拢有错误的想法，讲即个使徒只有12个，毋是啦吼。咱知影吼，照伫即个使徒即个字希腊文的意思是奉差遣的人啦吼，奉差遣的人，使者啦，使者，使者。来讲 ，a messenger 就是咧专门咧传福音的人，送批送信息的人，咧传福音的人，即个就是伊就是使徒啊，伊就使徒啊。咱特别来看即个部分啦吼。即个部分，特别是一个人，互耶稣基督来甲伊差派去传福音，即个人就是叫做使徒啊。所以基督徒爱传福音无？爱啊！所以基督徒爱做使徒。基督徒毋通停伫门徒，嘛毋通停伫信徒，嘛更较毋通停伫无道有久。安尼有了解无？就是讲，基督徒一定爱逐个人拢诚做使徒。如果一个教会所有的人，也是讲愿意诚做使徒的百分比足悬的，即间教会一定是足有活力的啦。如果一间教会人，逐个人拢是迄种礼拜日才来的信徒，那即间教会振动袂起来。逐个人拢爱会愿意诚做使徒。Apostle， 好，若阵即个字是大写的时阵，咱通常讲伊是12使徒啦。但是伊是小写，就是咧讲到一个有呼召、愿意受到上帝差遣的人，咱拢是使徒。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啦吼，一个假释啊吼。12使徒照耶稣基督所竞选的，嘛是现代真侪基督徒所认为的使徒是指12个使徒，其实毋是啦吼。这着一半尔点啦吼。我定下讲，这个犹太死去啊，然后耶稣行苦路时，有一个人叫杀入去甲扛这个十字架，迄叫第13个。了后为着要保犹太，所以因抽口仔抽一个起来，迄个人敢是耶稣所选的？毋是哦，毋是哦吼。所以咱知影就是讲，其实咱爱较看的事，可去看使徒即个身份啦吼。所以咱拄则无事讲啊吼，即个
A 若是大写的时阵，伊就是咧指12个使徒，但是若小写就是咧指你甲我。圣经甲咱讲，cur恁啊，恁是受拣选的族类啦，吼，是王赐年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吼。圣因和合本的翻译叫做君尊的祭司啦，吼，君尊的祭司吼，这是伫这个较华语教会足爱定定足爱用这个，也是讲较灵恩的教会足爱用这个吼。但是吼，你读到即句吼，爱会记你知影谦卑呢。吼，我真侪听人用这个做祈祷吼，祈祷甲讲吼，他很了不起安尼吼，这嘛毋对呢吼。较灵恩的教会是足火热啦吼，但是有当时吼拢冲过头，咱长老会吼拢安尼较理性、较保守吼，拢较无爱讲话安尼吼，这是咱爱学习来改进的所在啦吼。咱每一个人拢是使徒，倒转来拄则经文咧所讲的，咱每一个人拢爱成做祭司所以该叫做咧讲万民皆祭司啦吼，这是下伫咱的精神吼。咱每一个人拢爱成做使徒吼。拄则有讲12个使徒内底嘛，一个未入的犹大，伊叫自杀，了去重新竞选啦吼。好，伫即段的经文的中间，咱来学习耶稣基督的精神甲祈祷啦吼，就是讲伊安尼领受上帝的呼召，伊就定定甲上帝真好的关系吼。咱来诚做迄个真正受选的门徒吼，莫诚做迄个未主的犹大安尼吼。也望咱真正伫教会中间，咱会当每一个人拢愿意诚做使徒。有上帝的呼召，愿意诚做伫安息日来互人得到帮助的人，吼，毋是用伫迄个形式上，伫迄个所在咧共拘束家己的一个人安尼吼。好，今仔分享到遮来，今仔要甲恁挑战啦，今仔爱有人讲话哦，咱拢是使徒，嘿。来根据即3个段落，头前2个甲安息日有关系，后壁即个是使徒的身份，咱毋知有啥物款的问题，还是有要来问的无，还是分享的？有无？我来分享安息日咯，其实咱安息日一般伫个耶稣的时代，原来是共款拢是礼拜六啊，就是拜五暗时甲拜六暗时。咱即摆已经是伫个耶稣过活之日吼，做咱的安息日，就咱圣日。这我想咱着爱了解耶稣过活是为着要互咱真正会当得到讨放啊。我拢会当小，我拢会想讲要安怎小邀请人吼，做阵来去做礼拜啦。不管是厝的人，还是讲咱一寡兄弟姊妹。其实即摆的囡仔吼，咱的做父母拢较讲互囡仔较自由的，所以袂像较早会做是大人讲，一定着爱去，无去袂使。你厝的时代，产的心嘛会使免做，你着去做礼拜就好。即摆的人就是较会体贴着囡仔，造成囡仔伫细汉时阵就较无去做礼拜的习惯。慢慢到伊会当决定的时阵，就无感觉做礼拜是重要。这是咱教会，咱嘛是来去好来互相来提醒的所在。
啊，既然像我即马嘛是有想讲，小可邀请的人，伊会当去我就甲载来去吼，载来去做礼拜。啊，当然咱个囡仔嘛，袂当讲安尼就无甲邀请，咱嘛是拢会关心。是，即马我是爱想讲，安尼有时真侪人就感觉讲，是毋是着爱当做哦第一，还是讲做优先的选择啦？吼，就咱还是讲咱会当做过其他的，就是讲会当做其他的选择讲。啊，现在安怎咱就不一定得爱去礼拜堂，还是讲守这个安息日。老师就没看完嘛。嗯，那照安息日的这个界面，还是讲耶稣所咧讲的吼，其实你怎看安息日，耶稣走去倒，走去会堂啊，所以甲上帝的关系，这是第一个啦，吼。但是甲上帝的关系维持，毋是形式性，这是耶稣咧甲法利赛人所咧讲的。所以，那对基督徒的性命来讲，伫咱即摆讲主日啦吼，伫主日来敬拜上帝，这是第一重要的代志啦。但是要敬拜上帝的方式是安怎？这咱会当去思考的。啊，比如讲，捌有青年咧甲我问啦，讲，牧师，我会当伫后个月吼，阮的同事招几若摆拢要去佚佗，我拢袂当去。啊，后个月会当缀因出去无？啊，咱要怎回答？我当然嘛讲会使。啊，讲，但是你会记你讲，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甲人的相处的中间嘛是一种的信用见证。你迄个时阵，你嘛是咧做礼拜，你咧表达你甲上帝的关系，所以甲人的好的相处，伫遐表达出你是基督徒，甚至伫遐，比如讲要烘肉，啊，逐个人拢无祈祷，嘻嘻哈哈开始食，但是你会当伫遐大声来感谢，来祈祷的时阵，嘛是一个见证啊，吼，啊，亲像咱前礼拜，有20人个人去到伫福凯岛，啊，咱拄啊看着礼拜日转来，啊，要安怎？连店长就甲我讲，咱就伫进前的一暗，阮就伫即个饭店内底，阮就伫遐分享啊，吼。所以，迄个形式会当改变，但是你袂当袂记得你甲上帝的关系，你袂当袂记得献上感谢甲迄个敬拜的关系。我想这是咱基督徒所真正爱去思考的啦。当然，佮讲倒转来讲。若安尼是逐个人拢要来做礼拜啊，我著去做啥物，我拢有即个心就好啊。相款啊，你若无一个卫生，你无一个团契生活，无一个固定的教会，迄嘛毋是信徒，迄嘛毋是基督徒啦吼。所以，伫咱佫有一个教会的卫生，这是第一要件。但是毋是甲你绑死啦，就是讲，当你有一寡真特殊的状况的时阵，咱毋是用迄个安息日的界面甲你绑死，讲你袂当。你袂当走，你袂当安怎？毋是安尼，是讲咱要甲你提醒的是讲，当你出去的时阵，你犹原用迄个基督徒的见证，甲人做伙来相处，伫遐来荣耀上帝。啊，这是咱的方向啦，吼。我想，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好，谢谢，多谢老师。佫有无？文博长有无？我分享迄个进程啊，迄个叫做啥物啊？咱老师啦吼，伊讲过迄个，伊若去以色列转来了的时候，我有请伊分享哦。就讲一个即个伊亲身的经历。咱知影犹太人对即个安息日吼，迄重视的程度，有当时啊，互咱想到吼不可思议吼。伊就是分享着讲，讲伊即个安息日的时阵，因含小某送伊个甲伊个囝，就去以色列去遐行，结果因为热，感觉讲哦，我也敢若血糖有点太低，所以就行袂去，所以就赶紧吼敲电话转去，问查某囝，讲伊即马咧，结果
因查某囝嘛毋敢去甲载。啊，因查某囝讲要甲载，啊，但是哦，就是讲伊嘛毋敢去吼，啊，然后迄个伊的竞赛。袂使去啊，因为啊六日啦，所以袂当出去载。袂当开车。哎呀，所以到尾啊，因无法度，因就安尼过来讲，甲因查某讲啊，无要紧啦，我行行咧吼，啊，再来去食一咱物件，了后啊，讲安尼血糖较补倒来了，所以会使讲有时阵吼，会即根深蒂固呢，已经耶稣教是2000几年啦吼。即马这虔诚的，因为伊的迄个竞赛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保守的犹太教徒，了个是安尼。你搁看因食物件，所以有一寡伫咧美国的迄个基督，迄个做犹太教徒，因就讲因足尴尬，因若伫咧 Christmas 的时阵吼，大家拢在食迄个迄个鸡肉啥物时，结果因无啥物所在好去，但啊结这因有我看过迄个犹太人安尼咧分享，所以你当讲。因要食物件，爱食迄个课时吼，咱反正做课时，就讲迄个经过几项的即个经书，比如讲有爱有经过即个祈祷的啦，吼，有经过啥物仪式的物件才通食。我去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嘛是拄着即款状况，所以讲伊个穆斯林吼，因基本上无食鱼肉，啊，咧食鸡肉吼，一定爱去市场去买的时阵吼，阮叫安迪啊，安迪就是安迪就是阿姨啦，讲阿姨就讲赶煮饭的叫安迪吼。啊，阮伫遐拢无讲安迪啦，就讲叫做安迪安迪安尼。我拄头去嘛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安迪，什么伊名叫做安迪，是讲咧华人那边安迪。啊，尾仔知影哦，阮是咧讲英文的安迪吼。啊，因要去买即个鸡肉的时阵吼，因为阮内底有足侪穆斯林的员工，所以伊爱去甲迄个回教徒买即个鸡肉。OK。爱甲因保证讲，这是甲回教徒买的，因为啊，因要杀这个鸡的时阵哦，有经过类似主导一个什么仪式咧呢，这个鸡肉因才敢食。啊，所以阮餐厅绝对是无猪肉的，而且因为阮有盖几啊。但是啊，你也想因就是讲，这宗教的力量有时候吼，若是干那迄个规条的时候，你会想就讲，法利赛人对摩西律例伊提供讲出来，遮伊佫甲扩大，甲连家己就无落受。这嘛是咧提醒咱，有真侪时阵，咱也是扣迄个规条，毋是讲袂使有，但是迄个规条啦，咱限制无像耶稣讲的迄个听人，像其他牧师讲的，安尼迄个目的是要听人，是要互上帝记录阳光，要利益人，要互别人记录福气。若毋是安尼的时阵，有时阵干那去守迄个规条的时阵，颠倒的目是咱家己，佫袂当实践着上帝听。好，多谢。好，安尼。无啊吼，咱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伫你的固守的下面，阮所敬听的自允接受着手术医治，等于到伫厝里咧休困。愿恳求主你继续来施着你的怜悯、医治伫伊的身上，也互伊会通赶紧来恢复。阮也为着洪文兄的目睭来献上祈祷，连续2类的手术拢得着主你的保守，伫慢慢的恢复中间，恳求主你继续来顾守伊。为着汉氏姐妹来祈祷，恳求主你互伊有一个顺服的心，你会通替伊来解决伊所面对的问题。也为着阮这的兄弟姊妹。身体欠安、心灵软弱的，拢献上祈祷。也特别感谢你，互阮今仔永暗有这个时间做伙伫遮来对路加福音第6章的经文来得到激励、提醒甲帮衬。愿将今仔日所领受的来献上满心的感谢，求主你继续来赐福阮。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晚安。晚安。